無論任何嘅供應鏈做到幾嚴密呢，我相信大家都會了解，冇可能嘅風險係會零嘅。咁即係話呢，預期呢繼續落去呢，間中我哋就會發生一啲禽流感嘅情況。無論喺公港活雞喺邊度驗出嚟，我哋都要有採取一個相應嘅措施。而呢啲相應嘅措施呢，係第一，除咗影響我哋嘅市民呢，係會有一段時間冇活家禽食之外呢，對業界嘅係一個營運上面嘅一個衝擊。尤其是如果發生喺一個需求嘅高峰期，例如係春節啊、冬至啊、其他嘅重要嘅節日呢，呢個衝擊更加大。咁所以呢，我哋政府認為呢，係時候呢，大家整個社會呢，要去反思，究竟我哋香港係咪仲係要保留一個活雞嘅供應？無論點都好呢，確保我哋人，亦即係我哋市民嘅健康係最重要嘅一個考慮。喺回應業界嘅訴求裏面呢，我指出得非常清楚。對於建立第二個嘅批發市場，我哋有保留，但係對於探索一個機制去避免啲家禽呢喺未有結果之前、未有測試結果之前呢係混合呢，我哋係持開放態度，係會去探索。對於業界要求嗰個恩恤嘅安排呢，我哋首先係會進行咗一個業界每一個層次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呢蒙受到嘅損失之後，我哋先至再作考慮。